好，讓我一齊用信經宣認我哋嘅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聖父，天地萬物，無論有形無形，都是他所創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，天主的獨生子。他在萬世之前，由聖父所生。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聖父所生，而非聖父所造。與聖父同性同體，萬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。他為了我們人類，並為了我們的得救，從天降下。他因聖神，由童貞瑪利亞取了肉軀，而成為人。他在本着彼拉多執政時，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難而被埋葬。他正如聖經所在，第三日復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。他還要光榮地降來，審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國萬世無疆。我信聖神，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，由聖父聖子所共發。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，同享光榮。他曾借先知們發言。我信唯一之聖之公，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。我承認世界的聖洗只有一個。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。阿們。全能仁慈嘅天主聖父，我哋衷心感謝讚美你，藉住我哋慶祝天主聖三節，你話俾我哋聽我哋生活嘅目標。同樣，此時此刻，讓我哋懷住呢份同心合意，向你獻上我哋嘅祈禱。請為聖教會祈禱，祈求天父派遣聖神，護佑教宗和所有聖職人員，使他們能勇敢活出基督嘅聖訓，並帶領教會成聖世界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世界和平祈禱，求主基督賜智慧給各國嘅領袖，使佢哋以人民嘅福祉為依歸，並同心合意建設一個共融和平嘅世界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我哋呢一個朝聖嘅小團體祈禱，求使我哋藉着聖父同聖子所共發嘅聖神嘅助佑，能把這一次朝聖嘅得着銘記於心，亦同時使我哋嘅靈性生命上更上一層樓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而家就讓我哋靜默片刻，為各自自己心中嘅意願向主祈求。求主垂允我們，為此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歡迎天主，你感謝讚美你，感謝你不斷對我哋守約施恩，讓我哋藉住剛才所聆聽嘅聖言，甚至向你所發出嘅祈禱，都願你收納，並按你嘅意願收納我哋素材訴諸口，埋藏喺心裏面嘅所有渴望同埋需要，按你嘅意願收納。你係天主永生永王。阿們。